思成，我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好，等我消息。走吧。谢谢，走。殷总，请问那个股东大会的最终裁决是什么？可以回答一下吗？啊，对，殷总，请您简单说两句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。经过几小时的商讨，这一次的股东大会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。Y-Mall 的总裁 CEO 一职将继续由我本人担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就说嘛。Alex 先生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一票。郑总，我弃权。我也弃权。票数3比2，我宣布，尹思辰职位不变，将继续担任Y-Mall CEO。我以后一定要 marry me， 大放光彩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但是我这一票，你还是要感谢顾小姐。顾小姐发了邮件，我感受到了她的真诚。透过她的设计稿，我也能感受到你们真实的感情。爱是骗不了人的。好好珍惜这段感情。谢谢。走吧。从此王子跟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哎，王子在这儿，公主在那儿。干嘛？哇！林小雅的春天呢？其他记者朋友们呢？